之一啦。咁東莞奇旅咧，佢係融合咗舞蹈啦、武術同埋音樂嘅元素。咁所以大家喺睇表演嘅時候，應該留意下當中所滲透嘅舞蹈啦同埋音樂嘅元素。當然即係東莞奇龍咧，亦都會有跟嚟講麒麟嘅翻騰跳躍啦，同埋三滾嘅動作。咁啊，頭先大家都見到有啲翻滾嘅動作咧，係喺表演者嘅時候咧就會表演出嚟。咁喺度都同各位觀眾朋友啊，同埋各位街坊咧再講